欢迎收看《台湾商界》，我是下面张伟民。咱看到这个同性这个朋友，这大游行已经行过18冬这么久了吼。这中央的挑战实在是真大了吼。今年这个主题吼就是成人之美哦，算是这个同性朋友因一个成年礼哦。但是在台湾社会也受一个对立的这个声音啦吼，咱共款是尊重。啊，不过咱看到讲这个蔡政府哦，对同性婚姻这个宾馆也好，同性婚姻哦，也是徛伫较多元包容这立场啦吼。所以咱看到讲蔡总统伫咧面册头顶哦，祝福这个同性大游行哦，行过18冬嘛，讲哦，2019年台湾正做是亚洲第一个会使同性结婚的一个国家哦，这点是得到未少人这个支持，但是相对共款对立面的这声音，那么共款迄句话啦吼是尊重，但是尊重吼本地就是互相吼，这回争议是啥物咧？咱看到蔡总统哦，这个部分吼是本地是互邀请到第20届这个国家祈祷早顿会啦吼。啊，不过咱看到讲吼因为这个争议吼但是这个部分咱看到讲吼，伊拒绝吼这个蔡英文请总统府吼改派其他这个代表吼，长老教会无同意发声吼，这个发声明来退出啦吼，就是看到讲这个部分吼有引发到教会内部亲像 Q 大数共款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讲吼这回是建议讲蔡总统莫来出席啦吼，因为教会内部有啥物咧？咱嘛看到讲吼，因为进前是这篇面册啦吼，就是蔡英文的面册就讲吼民进党吼做伙来加入讲同志游行的这个行列内底啦吼。那不过看到讲总统府最后是啥物来回回讲啥物？伊讲未派其他代表来出席啦吼。那么讲吼，这个总统府发言人就是遮吼有做一寡这个声明吼。那么讲到这个蔡总统伊过去吼。支持同性这个部分，嘛引发到这个教会内部一寡这个讨论。透过今日节目，咱做伙来对话。这边先来邀请咱的来宾，第一位咱们邀请到高庭基督长老教会主任牧师陈书豪。大家好。第二位咱们来邀请到家庭主流化联盟召集人詹宪营。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三，咱们邀请到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简舒培。阿明好，各位朋友好，大家好。第四，咱们邀请到律师邱佩妍。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是啦，首先咱们来带大家来看讲吼，这个国家祈祷早顿会吼已经办20冬这么久吼，但是今年是头一摆来取消，先做伙来看。总统蔡英文30日起出席台北国际旅展开幕，强调疫情了后爱打拼，互台湾的旅游服务内容提升。其实，今仔日蔡总统也有一个原本的行程，要出席第20届国家祈祷早顿会。不过因为蔡总统顶一日伫面册公开号召民众30日做伙参加同志游行，添同一个立场，互早顿会筹备会内部意见无同，部分人士建议讲莫邀请总统出席。较外民进党的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因为安尼不满，宣布退出早顿会筹备会。通过这个同性的婚姻法，我知政府嘛真要来维持这个平衡。基督教长老教会发声明指出，蔡总统最近以来表现应该予伊肯定。早顿会因为单一议题立场差异，造成总统今时要来现场的议论，要安怎见证伫咧基督内底爱无国界真理？筹备会面对分裂，嘛发出声明决定讲，避免造成误会。基督早顿会20年以来是头一届停办。总统府是回应讲，无希望看到筹办团体因为安尼意见袂合，蔡总统袂出席，嘛袂另外派代表来参加。国家基督早顿会其实是对美国总统基督早顿会所发起的，是基督教的大代志，国家领导人嘛拢会出席。每一届各宗派代表甲领袖拢会来共同替国家未来来祈祷，象征基督的爱甲和平。伫咧台湾的这片土地，记者综合报道。咱看到关于这个同志这个问题啦吼，其实咱讲吼正反拢有，其实伫教会内部啦吼，尤其是这个基督教内部，其实吼嘛是有一半吼同意甲反对这部分，咱嘛是共款一句话啦吼，尊重。但是这回这个争议是出现伫倒位，咱嘛看到讲吼。就是这个第20届国家祈祷早顿会啦吼，咱看到这张图是去年吼，看到这个蔡英文总统徛伫咧中央吼，就是会当看到讲吼，真正吼这个部分真正是讲吼去受邀来参加这个祈祷早顿会啦吼，但是咱看到这个部分2020年无法度看到这个场面吼，嘛是因为讲过当天可能就是要参加到这个同志大游行尤其看到这个面册大文，但是咱看到长老教会发出这个声明吼，讲吼这个同性这个婚姻。咱其实爱去甲尊重首先，咱先请牧师来甲恁解说掉，这回争议到底是出现伫咧倒位？这回争议真正是真可笑啦吼！伊表现着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台湾的教会哦，咱基督徒伫同志婚姻这件代志，已经表现到进退失据啊。吼，就是已经煞唔知要安怎处理啊。吼，这伫迄个国家基督会早顿会的时阵，一开始是拒绝总统来，这是最奇怪的决议。OK， 啊，即摆来煞变到家己停办，这对一个基督会来讲吼，对一个信用的立场来讲，真正是一个最可笑啊，真正最见效的一个处理啦。这是牧师徛伫这个作为一个吼，咱传教士的这个立场啦吼。其实咱嘛要继续来请教讲吼，这个另外一位律师啦吼，这个邱律师啦吼。律师，咱来看讲吼，这回这个咱讲到这个筹备会啦吼，最后是吼建议讲总统你着莫来参加啦吼。啊，尾手咱们看到讲这个国家基督早顿会最后是来停办，你安怎看咧？其实我是律师，唔是牧师啦，吼。是。所以叫一个律师来讲这件代志是较奇怪，但是我大概会当了解因的心情，吼。我想每一个牧师吼，其实伊咧帮人祝福的时阵，其实拢是诚心诚意，吼，面对家己的真正的诚实来祝福别人啦，吼。所以其实对这个国家所有的牧师，一定拢是祝福这个国家。但是今日蔡英文总统或者的种种的决定，尤其是针对同性婚的这件代志，而且后壁个公道的结论，煞无去执行。我想这拢是互一寡牧师伊无法度诚心来为蔡英文总统祈祷，所以才有安尼争议。当然头仔陈牧师讲进退失据，在我看。其实伊嘛是人，有的牧者伊认为讲伊会当为无适当，所以较做出安尼的决议啦，所以有的时阵阮袂当去要政治人物共款，会当违背家己的良心去做啥物其实现在。安尼对一个牧师来讲是无公平。是，好，咱听到这个律师所讲吼，伊头拄讲伊毋是这个牧师啦吼，但是嘛理解讲吼其他咱讲教会内部吼无共款意见的这个部分吼，咱继续来请教这个牧师啦吼，安怎来回应讲这个律师的这个讲法啦吼？尤其咱讲其实这个内部本早咱都有这个教义存在伫咧吼，但是这个部分咱嘛看到讲吼，这个天主教这个教宗嘛有这个上新的这个回应伫咧吼，针对着这个同性的这个，伊毋是用着婚姻。还是用到 civil union 这款这个概念吼，咱继续来请牧师。我先做一个回应吼，若是一位牧师伊真心真意去祝福吼，这是一个这正常的代志。毋过伊若无法度去祝福一个甲你立场无共款的总统哦，这款的情形，牧师家己爱反省。难道牧师敢会当去祝福立场共款的人吗 ？OK， 敢会当祝福思考做法共款的人嘛？所以这牧师咱家己爱反省，这是唔对的吼。好多主持人讲到天主教的教宗是，其实伊伫做教宗进前吼，伊这个 civil union 的观念，就已经大家拢做清楚啊。咱可能会去怀疑讲，这个教宗到底有赞成同性恋的婚姻无？这有一个地方有一个所在吼，咱无法度拢忽略的所在，就是讲吼，咱会知影天主教甲婚礼吼，结婚的典礼看作是圣礼典。天主教有7大圣礼，7个圣礼典。所以伊无法度，伊检测伊是教宗吼，毋过伊嘛无法度改变婚姻的定义。所以若要对圣礼典的这个角度看的婚姻，伊是无法度支持同性恋的婚姻。毋过教宗要讲的 civil union， 伊就是要讲这是社会，这是国家的法律的时阵，伊当然会祝福这个同性恋会当结婚，会当组织因的家庭。这是一个做清楚。毋过咱定来讲这个问题的时阵吼，拢无去注意到讲这个7大圣礼圣礼典这个关系。所以这个教宗伊是真实支持同性恋会当组成伊的家庭会当结婚的吼，是讲无法度伫
天主教会所认同的迄个圣礼顶下面的婚礼。是，这是咱看到吼，这个天主教对这个同性婚姻吼，本地有这个七大这个圣礼这个部分吼。但是咱嘛看到讲，这个 civil union 这个概念吼，嘛有分做是这个世俗的这个婚姻也好，还是讲吼，咱讲圣礼圣典的这个婚姻啦吼。继续咱过来请教咱的调集人啦吼。咱看到这回咱讲哦，这个国家祈祷早顿会啦吼，买手有这款停办的这个部分啦吼。有人是感觉遗憾，但是有人是真坚持的吼。你安怎看咧？我是感觉吼，这件代志吼，咱来看蔡英文吼本身吼，我感觉伊家己嘛爱借了这摆机会吼，家己爱反省一下啦。那是安怎讲爱反省吼？这我个人的意见啦吼，因为咱这个为虾米这么侪牧师吼会安尼引起这个争议啊，甚至是反对。吼，咱来看讲为什么你爱了解比较人反对的原因是虾米款吼？咱来讲2018年的公投啦，吼，公投本来700多万票就反对同性婚姻，对不？过来700几万票嘛反对国中国校啊有这个或者同志教育，对不？吼，这是咱每一个人一票一票投出来的，啊，结果伊无你甲尊重，对不？咱顶刚来这个节目内底，这个绘本嘛，这个同志教育的绘本嘛，国王甲国王嘛，对不？佮送去有迄个国小1年级的学生，对不？吼，啊你这个公道，你就无你甲尊重啊！啊，遮的人，遮的牧师，他拄啊邱律师讲了真好嘛，对无？遮的牧师嘛是人咩？啊，大家拢安尼为公道，安尼杀甲安尼偌用心咧，大家就是讲安尼政府会来甲咱尊重，结果投出来，啊你无你甲信道，无你甲尊重，照你的意思家己去行，哦，啊你杀同性婚姻，哦，啊你杀同志教育，啊刷咧，啊过两天是同志大游行，啊你个咧发文讲大家拢来参加。啊！你要这个牧师安怎办？所以你感觉这个总统以这个元首这个职位无适当啦？我是感觉安尼啦，因为各个族群吼，记者嘛搞访问啊，讲你有反对人集会游行，我讲袂啊，集会游行是咱民主国家的权利嘛，任何一群人都有权利集会游行嘛。但是你用总统的身份、总统的职权、总统的一个官度，邀请咱台湾所有的人来参加这个游行。你是要把这个游行变做咱台湾的文化，或者是讲，伫你的心内，敢若只有这群人，敢若只有这个文化，你才要去支持。我想应该唔是安尼才对嘛。所以呢，我是感觉讲，伫咧这个问题来看吼，我是感觉讲，咱搁来回到咱讲的民主吼，公道，这个物件是所有的人的意见。吼，我感觉政府。第一，你先尊重公道，你才来讲啊，咱爱尊重无同的族群啊。你家己先尊重公道嘛，对不？吼，你尊重了，咱再来讲嘛。啊，过来他都讲的天主教，总统府讲天主教讲，这个告中说啊，同性他也是支持这个，好像，就是我们看那个总统府讲的那个稿嘛，哈。好，那我后来我有打电话去问迄个天主教的哈主教团的秘书长哈陈科神父，哈，伊咧讲根本没有。所以这是一个记者的错误的报道，哦，啊，记者错误的报道，按即摆总统府杀出来讲，敢若袂输讲教宗也是支持，好，那这个东西就造成很多的误解。天主教的官方没有这样讲。这是这个调集人这个部分啦吼。咱继续来讲到这个公道这个部分，咱会记得这个第10讲啥？你是不是同意讲民法的这个婚姻规定应该限定伫一个查甫的这个结合吼？啊，当时投出来结果吼是民法婚姻所限定的这个一个查甫吼，所以同性婚姻吼唔是这个放伫咧民法啦吼，是即阵咱讲的放伫咧专法内底啦吼。啊，咱嘛看到讲第12案，咱讲你是不是同意讲民法婚姻规定以外，甲其他形式来保障同性别的这个两人经营永久的这个共同生活这个权益吼，咱讲的这个部分吼，嘛是讲吼，甲过去同意用是民法以外，所以即阵这个专法已经成立，2019年5月时阵吼，咱继续来请教这个咱的议员吼，安怎来看讲吼，整体啦，咱头拄讲的这个议题也好，国家祈祷早顿会啦吼，本地吼，咱嘛看到讲这个部分咱等下再好好来讲啊，尤其伊是讲到吼咱承认这个同志婚姻对基督教信仰来讲，直接吼是甲这个价值核心有相拄的这个部分，咱嘛是尊重，但是这个咱讲公道也好，也是讲这个买手、这个司法院的这个大法官的这个事宜也好啦吼，其实拢是无共款的这个部分哦。是，头拄啊，赵吉林讲到牧师的部分啦，吼，有真侪牧师反对，不过咱嘛有真侪牧师是支持
同性的婚姻的吼。所以我感觉对总统来讲，就是每一个人民，不管伊的性别，不管伊的性取向，不管他的族群，不管他的从哪里来，只要他生活在台湾，生活伫台湾，拢是总统应该爱去照顾。哦，啊，这个公投，他都要讲到2018年的这个公投，其实伊公投的是民法内底是不是爱把一男一女这个部分来取消？吼，要啊，公投通过，吼，公不同意，哦，在民法里面直接取消一男一女这件事情，所以后来我们用释字748号来处理同志婚姻，来保障同志婚姻。我相信这不是公投的内容。哦，啊，咱面对着公投，面对着同志朋友的需求，因的婚姻权的部分，咱用释字748来保障因想要结婚、想要相爱的这个权利。吼，啊，我感觉这本来就无冲突，啊，所以唔好得哥斗菜刀。吼，另外我要讲到，他拄啊赵继林有讲到这个性教育的部分，性教育到底是不是应该爱包含同志教育？我甲大家讲。性别平等教育法是2004年的时阵通过，为啥通过这个法？是迄时阵屏东有一个囡仔，国中有一个囡仔，伊叫做叶永志，因为伊的性的这个特质较阴柔，甲传统咱感觉查甫都应该较阳刚的这个气质无共，哦，尾啊伊去就因为伊。每一个拢会叫同学欺负，所以他不敢在下课的时候跟同学去上厕所。只好伫上课之后，也是提早去厕所。尾啊有一天，伊上课的时阵，同学发现伊无入来教室，尾啊大家去找的时候，才发现伊伫便所已经倒在这个血泊当中，都是伊去便所，是毋是用霸凌无人知影，还是讲伊家己跋倒？不过伊已经失去性命。因为伊的代志，所以才有性别平等教育法这个物件，伫咧立法院、伫咧社会开始用讨论，就是讲查甫一定爱阳刚，查某一定爱阴柔，这个气质是不是会当讨论？所以同志教育，吼，我刚刚性教育啦，吼，性别教育不是干那同志教育，有性教育，也有性别教育，嘛有情感教育。好，所以我对2018年把性别平等教育拿来公投这一件事情，我非常非常的愤怒。因为性别平等教育法规定的东西很多，包含学生怀孕的受教权等等的，都在这个法里面在讨论。如果你一反对它，就代表所有的性教育都不应该在学校讨论。我跟你讲，咱面对的，我讲，今嘛科技就发达，囡仔要认识性，要认捌性这个代志，伊也不是为爸爸妈妈。嘛，唔是为伊的同学，拢是为 YouTuber， 还是为更较侪网络顶管。哦，啊，所以咱来教咱的囡仔如何去面对别人的不同，如何在成长过程当中认识不同性别，我们要彼此尊重，如何让自己有信心去面对情感教育里面。哦，我教伊一个人，迄个人无教伊我的时阵，我应该安怎去面对？我感觉这是性别教育真重要，所以我对于2018年的公投。把性教育摕来公投这个代志，我非常非常的不满。同款啦吼，就是这个尊重差异的这个部分吼，但是咱阁继续来请教廖志仁啦吼，那是尊重差异的这个部分咧，你安怎看？我感觉吼，咱头讲这个转化同婚转，这个就头一步啦。哦，咱讲的公投就是讲民法内底吼，婚姻就是要限制伫咧一男一女。结果伊杀一个专法出来，这专法咧全部准用，哦，准用所有的民法，这敢毋是头一步，对不？第二，咱看咱的公投叫做创制公投，我是公投提案人，我想清楚，哦，咱在座的拢无讲这创制，啥物叫做创制公投？就是从无到有，这叫做创制。立法院家己无爱做法律，我人民投票爱你生一条法律出来，公投第10案。哦，伫咧民法内底，你都爱限制讲婚姻就是一男一女，这都是咱的公投的创制的法。结果有民法有去加这条法律内容无？哦，所以呢，这拢无人要讲。哦，在座伊嘛唔知嘛唔讲。哦，所以呢，我是感觉讲，这就是头一步。哦，用一个专法来准用民法内底伊嘛无限制婚姻是一男一女。过来讲，咱讲这个同志教育吼，太多议员有咧讲吼。伊讲这个叶永志的事件吼，这叫做性别特质啊，拜托一下好不好？
性别特质就是讲，有的查甫伊较阴柔，对不？咱袂使甲骂娘娘腔。啊，有的查某伊较阳刚，啊，咱袂使甲叫做男人婆。这叫做性别特质。咱千万唔通伫咧国中啊、国校啊，就去讲伊就是同志，这是唔对的。你咧去国中、国校，你甲贴标签讲啊，你就是同性恋，所以阮爱甲你保护，这嘛是唔对。所以咱要强调的是无共的性别特质，咱需要来甲囡仔教讲，袂使去霸凌安尼啊。OK。所以阮反对的是讲，反对伫咧国中、国校啊，你就甲贴标签讲啊，你就是同性恋，好啊，同志教育这是唔对的。啊，但是咱要强调的是讲，咱来反对性霸凌、性别歧视、性别霸凌。像我头拄讲的，不同的性别气质。咱大家拢爱去甲教啊，尊重了叶永志这种无共性别特质的人，所以我是感觉吼，这讲唔对啦啊，讲啥物摕出来公道，听到议员讲伊做生气的吼，我嘛讲吼，同运家己嘛来杀三个公道案啦吼，嘛安尼斗到足欢喜的，所以吼，你讲阮杀这个公道案，你感觉做生气的吼，啊，同运家己嘛杀出来，哦，啊，所以就有啊，同运恁的我要更正召集人讲的，我是甲性别平等教育拿出来公投这一件事情，我都不认同。对吧？不管是你提案，还是任何团体来提案，因为这是法律规定的代志，你甲提出来公投。根本没有性别教育啦，主文是同志教育啦。我是公投提案的，我想清楚啦。好，所以主文内底写的是同志教育哦。好，请你去看主文哦。OK， 就是讲吼，咱之前嘛有讲过吼，这个同志教育吼，什么时阵来教？为什么是国小、国中啦吼？啊，这个部分啊，其实嘛有人咧讲吼，为什么咱头拄这个议员嘛有讲到，这个资源遮尔啊济，你无趁伊也少年的时阵去认别，你要倒位去甲伊找有这个认别的这个空间啦吼。啊，回过头咱来讲到这回这个国家祈祷早顿会这个案件吼，咱来讲起啦吼。咱嘛讲到吼，其实咱的这个国家祈祷早顿会这个部分是写这个蔡总统的批啦吼，就是这张批引发着真侪的争议伫咧。咱头拄已经有念过吼，就是讲吼，这个部分教会这个部分啦吼，伊讲吼，因承认讲同志婚姻对于基督教这个信仰来讲。直接吼，甲这个价值核心是相拄的吼，啊，意思讲这个讨论的空间真正有限啦吼。但是咱嘛讲到吼，真侪这个部分，咱讲蔡总统可能伫咧参会内底无法度100%吼，真顺的这个姿态之下啦吼，因讲。建议蔡总统会当委派到另外一位这个政府的这个长官来出席就好了吼。咱讲这个国家祈祷参会啦吼，有伊这个过去的这个历史伫咧，伫台湾尤其也新，咱看到是过去咱讲北京吼美国这个案例啦吼，但是过去台湾都毋是吼完全这个顺的这个基督教这个国家伫啦吼，啊这甲政治各部上关系的时阵，安怎来去解说咧？其实吼，伫20党进前的高俊明牧师伊所为美国引入来这个早顿会吼，祈祷早顿会，其实伫教界内面都无共款的看法，吼。啊，毋过好，今仔既然要做，咱就甲做较牢的，吼。这就是要为国家、为总统来祈祷。OK。不管你的立场是啥物货，不管你有同意以啥物款的，莫讲即个单一议题啦，就是侪议题拢无共款。这个牧师、这基督徒，你要伫祈祷会内面，你要祈祷。你嘛爱为总统来祈祷啊！你袂当因为这个总统的想法、看法、立场跟你无共款，你就拒绝总统来参加国家祈祷早顿会，这是个笑话，这真的是很遗憾。我刚说过的话都讲过吼，基督徒是一件代志哈，去插到同性恋这个概念的所有的代志里面，拢已经进退失据。OK， 你看咱早几人在讲迄个。教育啊，上面完全进退失据，敢若因为基督徒你解说圣经，你家己的迄落就是说家己的说法，你都爱根据啦吼，你袂使讲别人进退失据啦。我感觉做一个牧师吼，无应该伫咧节目内底吼讲别人进退失据啦。安尼牧师本身才是进退失据啦。好，谢谢你。好，我讲了会使袂？会使讲了袂？是啊，咱继续。我煞唔知要讲啥去啊！不要紧，你慢慢来想嘿。就是讲吼，我认为讲基督徒进退失据，我有讲过啊。你因为本来祈祷会，你要为总统来祈祷 ，OK， 你即马拒绝总统来，这不是进退失据吗？好，你即马拒绝总统来，总统无爱来啊，你说变啊家己个取消。这个不是进退失据，这是什么话？好，你无掠到一个中心去思考什么叫做祈祷会，去思考今日
咱伫个国家基督教灯会是要创啥？咱目的是要创啥？你刚才要用一个同婚议题单一的议题来拒绝这个总统的出席了。这个不叫进退失据吗？ OK。而且我要强调一件代志，台湾基督徒因为伊解说圣经认为同性恋是罪 ，OK， 为家开始，一切的悲剧就出现了。OK， 基督徒没有搞清楚，其实基督徒会当反对同性恋，会当反对同婚，不过基督徒绝对袂使去反对同性婚姻的法制化。OK， 这是一个法律，哈，唔是你的教义内面的物件。国家社会用法律来维持保护人民的权利，你才会当去反对的，对不？好，所以你教会本身你真正会当反对同性恋， OK， 你会当反对同婚，你讲我爱主持同婚，这教会的代志，无人会当，无人会当压迫你爱安怎做。不过教会基督徒你才会当出来社会，你反对一群人因伫社会的权利，这是不对的，这款做法是违背你的信用，你变成一个压迫者，被这样，这已经是顶到安尼做，确实违背你的信用。即马无输过，因为咱这个总统伊支持同性恋婚姻，煞来拒绝总统。这真正伫基督教的生活里面是这荒唐的，这是一个很荒谬的事情。所以这个牧师所讲的吼，你会当反对同性婚姻，但是这个法制化的这个过程吼，伫遮吼，咱看到教会安尼做，可能有适当的这个部分吼，但是是不是真正适当？咱继续来请教律师啦吼，咱继续请教这个邱律师，律师你安怎看呢？是不是咱讲吼？反对同性婚姻是会使，反对同性婚姻法制化，伫教会立场安尼是适当的，你安怎看？其实应该是安尼讲啦吼，教会对于同性恋的伴侣，我莫讲婚姻啦吼，伴侣的法制化因的权利其实无反对，但是当因要用结婚用婚姻的名完成同性婚姻，其实伫咧教会立场来讲，婚姻两字的定义就破坏。我有看到一个报道是安尼写伊讲同性婚姻结婚一档以来伊离婚的几率比异性婚较悬呐。这是一个新闻报道。当然，我想其实有一个足大的原因，是因为异性恋伊会产生下一代。所以产生下一代的情况之下，要离婚，其实伊会去思考因为考虑到囡仔的问题。同性婚姻其实较无这个下一代问题。所以其实爱思考的就是讲，同性婚姻敢是就是讲相爱就做伙就结婚，无相爱就离婚。这敢是婚姻的本质？婚姻敢是爱有一部分的责任，尤其是为着后一代爱负责任。其实这是阮会当思考的问题。常常听主张同性婚姻来讲，爱最大。爱的人为什么不能在一起？主要是照安尼逻辑来讲。三个人相爱做伙安尼开袂使，其实婚姻是有伊的限制，所以我感觉这是对婚姻定义的一种迫害。当然啦，这个价值观每一个人会当无共款。阮反对的毋是讲因有法律上的权利会当保障，反对的应该是婚姻这个定义产生了改变。当然，这是价值观的转折。OK， 律师讲的就是讲这个婚姻的部分可能甲过去的这个价值观已经出现一个变化伫咧吼。好多这个律师嘛有讲到吼，就讲同性婚姻经过这一档外来离婚的这个比例有较悬吼，咱嘛来看讲是毋是真正有较悬吼？虽然咱看到这个台湾开放到这个同性婚姻满一档吼，有差不多3685对这个同性这个伴侣来登记结婚吼，但是有223对已经离婚了吼。咱讲同性伴侣吼，伫咧这个一年来离婚的这个比例差不多是6%啦吼。异性恋的这个伴侣吼，这个离婚比例差不多是2.6%啦吼。咱讲这是这个一档来啦吼，但是咱嘛看到这个有一寡这个数字佫较新吼，伊是过去5月通过这个同性婚姻的这个专法以后，到9月吼，其实这个比例差不多是3%啦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台社会的这个教授施生态啦，伊讲吼，开放同婚才一档尔，会当对照这个数字有限吼，至少就要观察3档吼。所以咱头拄也讲到，到9月这个数字已经来到3%，所以
这若是友好长的这个时间来看，恐惊吼，真正这个数字袂当讲用这个离婚的比例，就讲同性婚姻较无保障也好，还是讲因较无责任，然后申请意愿。这种讲法吼，就是咧讲哦，咱同性的朋友啦，吼，同性恋的朋友啦，吼，较乌白来啦。不过我要甲大家讲，这真正袂当用这一年的数字来看这个代志。我感觉这是无公平。你知影因等偌久才有法度会当行入去讲我两个要做伴侣，吼，要做伙结婚这种代志哦。所以当然，我相信有一寡人会无思考到。一个人变两个人 ，OK， 会合作，啊是讲有家庭因素咧，是，啊，有家庭，啊，有别人甲你安怎看，嘿，就这样。所以伊结婚了后，可能我认为啦吼，光两个人的相处啦，可能就会产生非常大的争执。在伫个异性婚内底，嘛是共款。另外，头拄仔律师讲的下一代的部分，我身躯边足侪朋友啊，结婚足久的啊。伊都不是不爱生囝啊？为什么？不爱生囝的原因是因为即摆的囡仔的负担伤大啊。像今仔日本来要来上节目，我有一个约，我另外就是5点爱去接囡仔，因为阮翁有会，我就爱去接囡仔。你知影这个代志对一个上班族，也是讲为单身要行入去婚姻，也是要甲人结婚，要有下一代的人，其实也爱思考的代志就是足侪。所以我感觉你讲同性恋，就是因为伊无结婚，伊结婚无生囝，所以伊就较容易去离婚。我感觉这是一种臆测的想法，就是用你传统婚姻的立场去想这个代志哦。不过另外我要搁倒来讲一个，头拄仔赵吉林讲到就霸凌这个代志哦。2018年这个公投了后，我有一个。迄时阵甲我斗选举的一个少年朋友，伊看到这个选举的结果了后，伊痛哭。OK。伊伫我的竞选总部，我当选哦，伊伫我的竞选总部来，哭到足大声，你知道？为什么伊哭到足大声？伊感觉伊去有霸凌。OK。他被整个台湾社会霸凌，整个台湾社会不认同他，他有爱人的权利，他有爱同性的权利。OK。然后他甚至联想到讲。伊伫伊成长的过程当中，伊开始发现伊爱的、伊介意的人、有兴趣的人是查甫，毋是查某的时阵，伊开始甲伊的爸爸妈妈伫个沟通，伊开始去面对伊的足侪同学对伊的异样眼光的时阵，伊会从一个迄时阵的选举的结果。公投的结果，让他这些东西重新全部回来。这难道不是社会在霸凌他吗？就是讲关系一种霸凌。是啊，所以他都律师讲诶，性别平等教育法就是要教我们的孩子要尊重不同性别气质的人。OK， 你说同志教育的性教育要不要晚点教？我觉得这是可以讨论的。但你去尊重他不同的性别气质这一件事情，是从小就应该开始。所以拜六去甲会选举，拜六的游行，我带我的囡仔去。我伫个台面上的时阵，我无法度去决定我的小孩未来他要喜欢异性或者是同性。但我希望我的小孩不要因为别人的性别气质去霸凌别人。我也希望我孩子尊重他自己的性别气质，要勇敢的去说出来。这就是我拜六带我囡仔去上重要的一个原因。咱这个社会，你会当表达无同款的意见，你会当支持国民党，你会当支持民进党，你会当支持什么人，甚至你支持共产党，伫个台湾你拢袂用掠关。我嘛希望讲。咱的囡仔袂因为伊的性别气质，袂因为伊是介意查甫还是介意查某，爱去隐瞒自己。了解。我感觉这是真重要的。是啦吼，所以这个尊重也是同款意思吼。咱讲无共立场爱互相尊重啦吼。咱嘛来看讲吼，这18当来这同性这个部分啦吼，有幸会当行到18当，因讲吼算是一个成人之美啦吼。18当嘛算是一个成年的一部分啦吼。这大游行这个现场，咱先带观众朋友做来看。伫大片彩虹旗飘扬，2020冬季大游行，伫台北市政府前广场正式起步，达到13万人集结。不少民众揸彩虹旗，伫跨大个街头舞合作参与冬季大游行，进入第18年。今年游行的主题是成人之美，希望台湾社会无分性别年纪，都会当找到家己的身份认同。成人之美也可以解释为生而为人的美好。如果这个社会已经够友善，则生而为人不用感到抱歉。台湾伫2019年5月通过同婚条法，同志团体认为，
跨国同性婚姻有缘拄到障碍。目前台湾有超过300个同志家庭却家己领养规定，同志伴侣无法度共同收养，面临囡仔配偶离散一个难题。现场也看到朝野政党请同志大游行。 民主，接这个跨国的伴侣们，他们只能登记伴侣的情况下，但是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其实他们大概都处于分隔两地的状态。我们认为小孩子呢，最好的话就是生活在有一个爸爸、一个妈妈的家庭里面，这个爸爸妈妈的角色跟功能其实不太一样。我认为我们国家应该是要坚守公投的结果，就是婚姻是一男一女。那至于一些不管是国内或国外的这些部分是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去做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去做，都不要去破坏婚姻是一男一女。后一代宪法联盟认同同志团体有游行的自由，也不过也再次表示家庭由一夫一妻组成立场，批评政府无尊重2018年同婚公投结果。记者综合报道。 是啦，同款吼，看到这个同志游行，咱头已经讲过啊，这18档其实行了真无简单啦吼。一当真做是这个亚洲的这个第一吼，其实有真大这个空间伫咧吼，伫台湾社会一当来去讨论啦吼，嘛是吼世界拢看会到啦吼。但是咱看到这个游行的这个诉求，毋是大家人拢是赞同啊，是讲吼一致的啦吼。但是这个游行的诉求不是个，嘛是希望讲社会咱看见无共这个无共人的这个无共款啦吼。嘛希望政府施政对象内底吼，包含头咱讲的无 共性别、性质、性倾向的这个人吼，伫社会会当得到更较公平的这个对待啦吼。另外特色就是讲吼，2003年举办的，这是这个华语世界内底头一摆这个游行啦吼，是东亚规模上大，今年已经是第18届啊。咱嘛讲到吼，真正是当大人的这个意思啦，成人之美吼，是这回这个咱讲的这个主题。性多样的这个社群，唔那干那互看见吼，更加需要是真正的理解甲尊重啦吼。但是有另外这个争议就是讲吼，游行中吼，若是讲吼烫衫的这个部分啊吼，这个扮相啦吼，部分的这个参加者会引起到这个批评吼。地区游行恐惊会导向讲性的这个解放啊，讲无互这个性别的教育吼。 改这个界限吼，改舞较无遐尼明啦吼，所以解说是啥物？这个参加者嘿，照着即讲吼，这个无穿衫是讲大方的，讲着性吼，拍破着这个社会上强性，还是讲撇性，还是禁忌的这个性的这个文化伫咧吼。继续咱先搁请教这个调集人啦吼。所以咱头拄嘛看到这个新闻内底，你有讲吼赞同游行。 但是嘛是个回过头来讲，主张着这个强调一夫一妻这个制度啦吼。所以咱头拄讲真侪尊重吼，但是尊重吼，我感觉上重要是先来尊重咱台湾人公投的结果。吼，这个公投的结果，咱头拄有讲啦吼，你无尊重公投的结果，你想要你哪有法度去教囡仔安怎尊重？吼，咱一开始讲的同志教育啦，吼，同性恋的教育。 这个同性恋的教育，你袂使讲反正即摆囡仔网络拢有咧学，所以呢，咱学校内底就爱来教同性恋的教育，这是唔对的，因为所有的人拢投票，反对。太多议员讲，这个公投通过了吼，公投讲霸凌吗？公投通过了，伊有一个支持者，但要扣到最严重的。我问你啦，总统选举了。 韩国瑜的总部遐偌济支持者伫哭，对吧？你唔就感觉讲拢去用霸凌，敢是安尼来解说，对不？所以袂使你安尼才是德国斗菜刀啦吼。你袂使讲一个人吼，因为这个不管是公投的结果吼，还是选举的结果吼，但嘛真相信这无共的立场，大家爱互相尊重嘛吼。你就安尼动不动就用霸凌来讲这个标签，讲打别人的身躯顶，我感觉这才是你霸凌别人啦吼。所以动不动。 就用霸凌讲别人的人，才是伫霸凌别人。吼，所以呢，咱爱教囡仔安怎尊重吼。过来，我是感觉讲，这个头拄咱讲到这个同志教育吼，公投的结果吼，一定爱来尊重。国中国校啊呢，咱想讲的是国中国校啊呢。国中国校啊，这是咱所有的家长。头拄主持人讲，这个离婚率对无？坦白来讲啊，真侪家长无啥哩在意啦。我坦白来讲啊。 你讲离婚率的这个部分，在意同性婚姻的离婚率是多少啦 ？OK， 我坦白讲啦，电视机头前的朋友，若唔是主持人讲，因袂去注意这个啦。这是头拄这个律师先讲啦，吼，咱冇做一个我的意思是讲，高卡伫咧啦，吼。对，大部分家长，咱台湾大部分的家庭，伊较在意的是啥物？在意的囡仔学校学了安怎？吼，是毋是有不当的教材？是毋是有去用乌白教？
国文、英文、数学、期中考成绩安怎？所以咱要学啥？游泳啊，还是要学体育啊？大家看囡仔是看这，好，所以我感觉讲，大家爱思考讲，这个议题对台湾人每一个人是异常重视的。其实我头都讲过，咱2018年的公投。同志教育伫咧各中各法无应该来实行，这是咱公投的结果。所以你咱头拄啊，这个主持人嘛讲哦，这个图考内底讲，这个同志大游行行到尾，惊讲伊会成做性解放对无？好，性解放。这是有一派这个讲法有一派讲法，对吼。好，咱来看这个节目的立场同志大游行的总召吼，同志大游行的总召吼，伊伫咧接受这个新闻的采访的专访，伊讲。同志大游行本身就是性解放，本身就是性解放。哦，所以咱这个要落来，这网络面顶拢有写。OK。所以咱就来看这个议题吼，其实对家长来讲吼，上重要的是囡仔的教育。OK。所以同款伫回过头来讲是教育吼，就是讲但是这个咱讲游行这个部分吼，咱嘛尊重。真侪人的性解放，不只是同性朋友才有性解放，一般异性恋嘛是有真侪性解放的这个部分吼。咱其实嘛是尊重吼，继续咱请教牧师啦吼，安怎来回应？性解放啊，性解放这个描述的意思吼，不是刚才在讲性行为的解放，性解放这个概念是这块吼，就是古早的人妇女人较缠小脚吼啊。起码把这个陋习改掉，这个也是性解放。所以唔通俩人讲一句性解放，你的属于性变体哈。这个是基督徒的一个情况，常常会把人家想成这个样子哈。我今嘛要讲的一个，还都要回应咱律师讲的，伊要用离婚率哈来讲来看这个同婚的法案哦，这是一个话术，这唔对啦。你袂当因为离婚率的高低去判断人有结婚的权利也无啊，袂使安尼啦。即马老人做一个统计，姓裘的人离婚率比较高，所以今嘛以后台湾姓裘的都不能结婚了，是干是这个意思？咱唔通，这是一个错误的思维，你袂使用离婚率的高低来判断讲这群人会当结婚也袂使结婚。OK。另外一件事情，我还是要回到，我讲过，基督徒若去拄到同性恋的进退失据。OK， 是安怎？因为基督徒无认为这群人是正常人。你若个看伊是正常人，伊就应该甲你有同款的权利。你认为讲这群人甲你婚姻的定义改变，为什么不可以改变？为什么不可以改变？为什么婚姻的定义不可以改变？唔过我讲这是话术，因为婚姻的定义，婚姻的定义，伊对异性恋来讲完全无改变。即马是加讲同性恋嘛会当结婚，这个概念那尔。OK， 伊并无改变婚姻的定义。OK， 所以这是个话术啊，这真正我定下听到几多一直安尼讲，一直安尼讲那亲像即马。同性恋那结婚，即嘛异性恋的婚姻就改变了。OK， 完全无这件代志。OK， 所以咱继续来请教律师啦吼。咱讲同性这个专法司法院这个改税制的这个部分已经通过，专法嘛已经成立啊。民法这个一男一女这个部分，敢有改变咧？我先提出一点说明吼。我头讲到离婚率的问题，绝对唔是讲离婚率较悬就袂当结婚吼，这唔是这个意思。我要头提出这个问题是咧讲，确实同性婚姻和异性婚姻有一个介大的差别，伫咧到下一代，有下一代的状况之下，婚姻会较稳定。我刚要讲一点尔吼，所以可能有人过度解释吼。第二点我要讲霸凌的代志吼，因为头拄仔有人咧讲性霸凌的代志嘛吼。我拄仔伫咧台南办着一个案件吼，一个新台教授。新台教授伊上的一个课叫做基督教的伦理啊，迄个课程中有人起来问讲基督教敢有支持同性婚姻？先煞甲这个教授录音，录音了伊甲反映上去讲违反教育的性平法。结果这个教授已经要退休的一个教授，因为这件代志，教育部的处分是认定伊是性霸凌。其实对阮的角度来看，其实即马这是足奇怪的一件代志，因这。性别平等教育法，跟言论自由还是讲学自由之间，其实已经有冲突了。
变做一个教授唔敢去上这个课啊，所以伊就甲我讲，伊以后袂去开这种课，变做开课讲法，伊家伊先来认真讲出来，你会当无接受，但是即马互认定做性霸凌，好，所以其实这是目前社会一个问题。第三，我要提供的就是讲，其实公投讲的是讲国中小不要太早去教同性教育这个问题。唔是讲拒绝性别平等教育法，嘛唔是讲卖去教性别差异，好，这我拢是赞成的。所以头仔议员讲的，我是赞成的，就是互囡仔时代就知影个人有不同的性倾向、性别差异，这拢无问题。但是我认为讲，卖互囡仔上早就去决定讲，家己敢是同性恋，因为伊应该是较大汉的时阵，较来思考这个问题。所以，阮教育的时阵，爱伫这个所在爱注意。所以，头先有讲到一个部分，就是讲。同性的性行为这部分应该是较严格，唔对，阮甲尊重，这阮是无反对的。所以公投的结论，我即摆讲公投的结论是讲，其实阮是讲一男一女的婚姻应该伫咧民法尊重。既然大多数的人拢是安尼的想法，其实专法立出来，其实就是违背大多数的人的民意吼。其实这是一个事实。当然啦，即摆法已经立过去啊，已经过啊。啊，为什么这些人，包括牧师，也是有一寡人认为，这个国家是无尊重人民的一寡声音和想法，这就是价值的一个冲突啊。那所以，虽然大法官会议解释去做78号有做出安尼解释，但是伫公投做出安尼决定的时阵，其实两边是冲突的啦。吼，在我一个律师的角度来看，立法委员有立法权，司法院有解说法律的权利。但是今日总控变做是司法权的领导立法权，当然这是一个既成的事实，我嘛是爱接受。但是这伫咧国家造成双方的对立以及误会。我感觉头拄的对谈当中，我就感觉定定我拢互误会啦吼。但是我是感觉这都爱透过不断的沟通，靠去法度去讲彼此的想法。其实价值无同，立场无同，是会当沟通的。透过像即摆安尼一个节目，把大家想法讲个清楚，还是正确。所以回过头这个争议吼，佮请教律师啦吼。咱讲到伫咧2019年5月时阵通过这个第748号的这个解说施行法啦吼，你是毋是这个发现讲这个同志婚姻是这个立专法啦吼？啊，甲这个部分，咱佮回过头讲到这个国家机构早顿会这个部分吼，就是因为蔡英文政府吼立到这个法啊。敢讲真正伊身为一个总统，伊无法度去参加到咱讲的这个，因为伊挺同志，所以无法度去参加这个国家祈祷早顿会。我也是爱再次讲，我是律师，唔是牧师啦。但是我会当揣摩，因为啥物安尼想？因为其实法律已经通过啊，这牧师嘛爱接受啦。国家的法律通过啊，不管伊的有啥物争议，但是伊就是通过啊，法律就是通过啊。所以同性婚姻目前伫咧台湾就是有。我想这牧师大拢知影，我想牧师有做的伫咧倒，为什么有一寡牧师会对蔡总统意见？因的意见应该是讲蔡总统不只是通过安尼法令，而且咧支持安尼同性婚姻的一个价值，也是讲想要把这个价值变做一个主流化。我认为尊重是一回事，但是去推动同性恋文化还是另外一个回事。所以这个牧师应该是无希望看到阮的国家的领导人。想要把安尼一个想法推向一个主流化，所以同志游行绝对唔是袂当办。但是阮足高调的，认为全世界的人拢会当来参加等等国家去开放，去甲变做一个价值的主流。我相信足侪牧师无想要看到。所以当这牧师看到国家领导人伫咧脸书做安尼发表的时阵，因会有安尼想法，佮加上进前公投的结果没收啊，所以我想这牧师有因的情绪啦。所以头陈牧师讲进退失据，我嘛唔知影要帮因解说，但是我敢会当讲，这个牧师因为因的情绪的时阵，实在足困难去祝福，伊要去主导的这个人。这个牧师我想绝对拢是疼这个国家、疼惜台湾的，这是无问题。但是针对这个领导人伊按一个作为，
可能因受因的意见和因的想法。是，咱感谢律师啦吼，咱嘛听到这个律师吼讲，这个可能这个牧师吼是反对着这个同志啊，是这款文化的这个价值主流化啦吼，咱嘛尊重啦吼。但是咱要回过头来讲到这个，咱讲到国家祈祷这个早顿会啦吼，其实是伫美国做起源吼，迄当阵是这个总统艾森豪吼执政时阵，逐当拢来举办，美国已经真做是总统甲政坛领袖拢会来参加的这个盛典啦吼，其实咱看到讲副总统赖清德迄当阵也袂是副总统，是这个当选人尔吼，今嘛受邀出席到这个北京的这个咱讲的这个国家祈祷早顿会啦吼，咱嘛看到讲这个是2016年这个蔡英文当上任的时阵，这个相片伫咧啦吼，咱讲到2016年甲这个2019年连续这个3档伊来去参加啦吼，那么讲到这个早顿会是伫2001年开始啦吼，迄当阵头一届是由陈水扁来参加，已经办20届，今年咱无啦吼，今年这个主题又阁是爱无国界啦吼，所以有来人嘛讲到吼，这个教会内部爱无国界，但是即阵你阁甲限制，甲定出来吼。继续咱阁请教牧师。嘿啊，这个听无国界吼，毋过恨是有的哈。OK， 没有恨没有办法超越性别哈。这个，我讲过，这是一个真更小的代志哈。一个祈祷会因为总统的立场无共款。先是拒绝 ，OK， 即摆了家己煞该解散吼，这是一个足更小的代志吼。好多律师的讲法，我完全无同意啦。吼，我认为，真做一个牧师，伊要祝福，这是伊的一个爱做珍惜的权利，对于上帝来的一个足大的权利甲稳定。伊竟然会当去选择讲，我要祝福这个，我无爱祝福这个。也是我要救助这个，这款的牧师想法是唔对的，是不对的哈。是，就算是习近平徛在你的头前，你讲会当真正就拒绝要甲祝福吗？你甲祝福，你无一定同意伊的立场啊，你无一定同意伊的做法啊。毋过你祝福这个人，望这个人会当真做合乎上帝心意的人，这敢毋是祝福。OK， 毋过你今日的做法是拒绝。这是唔对 ，OK， 麦克讲讲什么体谅因的想法，我说的进退失据就是伫遮啦。OK， 有影啦吼，咱讲到这个律师啦吼，这个牧师嘛有讲到吼，这个基督长老教会其实嘛有一寡这个声明啦吼，咱看到讲吼，本地是先学了着这蔡总统，甲这个执政团队面对着武汉肺炎嘛，有这个强击吼，射台湾这个部分啦吼，另外伫咧防疫嘛有一个表现时常为这个国家甲这个总统来祈祷啦吼，就是讲长老教会甲这个其他的这个教会应该是徛伫这个立场啦吼。但是这个第20届这个早顿会本地咱讲到是爱无国界这个部分吼，但是因为这个高一个议题吼，立场的这个差异，地书咧有这个议论伫咧啦吼，所以如何见证基督内底这个爱无这个国界咧吼，建议总统外交场吼已经失去着国家祈祷早顿会实质意义啦吼。上尾咱嘛搁请教这个调集人啦吼，所以咱咧听落来吼，其实一个高一个议题吼，真正会当决定讲吼，这总统爱去不爱去吼，徛伫基督教，敢袂当搁用搁较开放还是包容的立场咧？我是感觉讲，太多即个咱陈牧师吼有讲一个说，伊讲基督徒无认为同性恋是一个正常人吼，我感觉即句话吼讲了是一点仔超过啦吼。事实上吼，伊安尼算讲批评啊，批评所有的基督徒吼，我感觉这已经感觉算讲真超过啦吼，所以我是建议讲，陈牧师爱甲咱所有的若是正常拢共款人，谁来无共款？爱甲咱所有的基督徒吼，会一个失礼吼。我的意思是讲，伊无代表咱所有的基督徒啦吼。我的意思是讲，陈牧师无代表所有的基督徒。我无讲我代表。我认为伊袂当代表所有的基督徒。我无讲我代表。去讲咱所有的基督徒认为即个同性恋的族群是一个无正常的。我感觉即句话袂使安尼讲，所以太多议员安尼讲，我感觉节目中咱爱来甲伊澄清，因为国大会这件代志无应该成做一个仇恨。我感觉太多安尼讲法，就是一种的仇恨。好，那这种仇恨呢，咱不应该去讲这个代志，甲讲做说哦，好像所有的同性恋的族群拢把基督徒当作敌人，因为咱安尼讲变做讲。你敌对嘛，对不？好，所以这是一个咱爱甲澄清的，因为
都有不同的立场嘛。OK， 都无共的立场啦。你讲上尾嘿，咱来带大家来看讲吼，无共立场的这个部分吼，这个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伊是讲吼，未委派到这代表这个参加这个部分吼，咱嘛讲到啊，台湾这个庆的公民行动协会理事长邵立义讲，无应该甲反动做是一个议题吼，后来反对总统啦吼。啊，这个主持人吼彭文正吼，蔡文是同志这款行为本身无对啦吼，就是讲自圣经来看。这是罪啦吼。另外，中国国民党青年团的这个总团长陈碧涵啦吼，讲率团来参加游行，党内对婚姻平权正反意见拢有啦吼，啊，会个收集到各款的这个意见，才回到这个党中央啦吼。上尾我想嘛，互这个牧师过来回应一下吼，咱头拄这个调集人这个所讲的。那要好，讲更较清楚的就是讲，咱反同的基督徒并无把这同性恋看作正常甲伊共款的人。同性婚姻吼，唔是反同吼，所以牧师爱讲了爱。反对同性婚姻，我都已经一开始就讲过啊。你反对同性婚姻法制化，这是一件唔对的代志。哦，反对同性婚姻不等于反同吼。我补充一下，我感觉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代表。对方哦，所以你他都要大家拢讲，我没有办法代表所有的基督徒，你也没有办法，对，没有错。所以你公投可以决定，你可以公投人生的权利吗？你可以公投决定你人生的权利吗？另外，我回到基督教徒来讲，我另外回到基督教，在基督教里面，自杀是一个罪，对不对？你知道我有一个长辈，今年他选择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但